灣紅十字會就話咧，救災嘅人力同埋物資暫時係足夠㗎，但呼籲各界踴躍捐款。台灣各地都發起咗捐款賑災，大陸嘅紅十字會會撥款1500萬人民幣協助台灣賑災㗎，而香港紅十字會就開放咗喺匯豐銀行嘅賑災戶口俾香港市民捐款。翻嚟本港，一個交通警長揸電單車喺觀塘繞道執勤時，被一部泥頭車